诗篇94篇，上主伸冤的上帝啊，伸冤的上帝啊，求你发出光，审判世界的主啊，求你起来，互骄傲的人受应该受的报应。上主啊，歹人要搁偌久？歹人洋洋得意要搁偌久？因的喙吐出骄傲的话，做歹的人拢得顶家己。上主啊，因欺压你的子民，苦楚你的产业以色列，因害死孤儿寡妇，搁杀害出外人。因讲上主一定无得注意，雅各的上帝一定无得看。恁百姓中，才会亲像精生的人着想，恁这个愚戆的人，一时才会有智慧。做耳孔的上帝，家己减袂听见；做目睭的上帝，家己减袂看见。管教列邦的上帝，减袂处罚；教导人的上帝，减袂无知识。上主知人的心思，知因所想的拢无路用。上主啊，你所管教的人真有福气，你用律法教伊教导，要互伊伫患难的日安稳自在，直到要台歹人的梦骨好势。因为上主一定袂放杀伊的子民，嘛袂放弃伊的产业以色列。因为伊会搁照公义审判，心正直的人拢会得伊。啥人会为我起来攻击歹人？啥人会为我徛起来攻击做歹的人？若毋是上主帮助我，我真紧就落去永远静谧的所在。我讲，我的脚踏出去。迄时，上主啊，你用慈爱扶持我，我心内有真侪忧闷看虑。你的安慰，互我心神快乐。腐败的官长利用法律制造奸恶，因减袂甲你徛同爿。因斗阵计谋，要害义人的性命，甲无罪的人定死罪。毋过上主做我的堡垒，我的上帝做我的避难所。伊互因的罪恶受到报应，因做歹一时，伊要遭灭因。上主咱的上帝要遭灭因。